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营事业，这是铁饭碗要来招员工，包括台糖、台电、中油甲台水等4间公司，总共要爱1219个名额。这个起薪是36000甲39000，报名日期是这个网络报名8月初2到8月13。另外，这个高雄市环保局嘛要招考清洁队员，要爱669个，起薪32000，加上奖金，1个月薪水有4万块。 手摕袂火气，向前走，搬倒啊爬起来，阁继续冲，遮尔拼，就是为着要到中油上班。搬倒啊嘛无时间停，走3步，阁搬倒啊。中年太太有够辛苦，为着想要入去国营事业。经济部为着加快国营事业的人力代谢，招募新人加入。招考总名额1219名，包括台糖、台电、台湾中油甲台水4间公司，起薪是36000到39000，报名日期对8月初2到8月13。然后我就觉得不错，就有在准备。他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、稳定的一个收入，然后再他有一个完善的制度，然后能够逐级的随着年资的增长，然后让他的薪资收入可以提升。 另外，伫高雄市最近嘛大规模招考清洁队员，录取的总人数总共是669名。而且甲外县市爱经济沙包无共，这次只要求考生25秒以内完成资源回收分类，体力负担上相对较轻，起薪是32000起跳，加上清洁奖金，月薪会当到4万。想要投入环保的人，赶紧来报名。